可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教会可以顺利的来进行线上的直播礼拜。感谢上帝的恩典，以及求神来保守我们。那在开始今天的线上直播礼拜，首先要有2个感谢，就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发布了第3级的警戒，疫情的警戒之后，今天早晨是我们第3次的主日的直播礼拜。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恐怕我们无法很顺利来进行。同时也要感恩的是，谢谢上帝让我们的教会有一群非常棒的团队的同工，他们很尽心的在线上直播这件事情摆上他们的服事跟专业。那据牧师所知，有一些阿美族的教会仍然无法在主日的时候提供线上的直播的礼拜所以假如在线上的姐妹弟兄，你知道您的家人或是您的朋友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来进行主日崇拜的时候，请告诉他们张主教会这个消息，就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有线上直播的这礼拜的进行。第二个要感恩的是谢谢同工跟姐妹弟兄们过去这2次的线上直播礼拜的情形，给予非常宝贵的建议，就是即使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我们的线上直播的礼拜不过仍然有一些的小瑕疵，就是第1次的声音呢并不是那么的清晰。第2次是因为我们把整个手机把它摆横的缘故，致使姐妹弟兄在收看的时候必须要歪着头来去听造成姐妹弟兄很大的困扰所以同工在早晨在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些的测试，盼望此时此刻在线上观看直播礼拜的姐妹弟兄跟家人们可以有非常舒适的、舒服的影像。所以谢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带着一颗敬虔的心跟一颗谦卑的心一起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让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跟我们的欢呼。接下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求神帮助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去欢呼这位上帝，我们用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这个上帝，让我们也用一颗学像耶稣谦卑的心，一起用音乐来敬拜他。可以一起看投影幕上面的字幕。
非常浩大无穷，神的恩典只乐意赏赐给我们，神的祝福常常是追着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感恩，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感到非常的辛苦，不只是我们个人非常辛苦，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所有的生活习惯、作为都随着这个疫情改变。所以谢谢上帝的恩典，若不是他，我们人无法存活，我们无法继续往前迈进。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的国家台湾，目前疫情正在扩散，正在升温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目前在全台确诊的人数在慢慢增加，好像这个疫情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大的害怕和恐惧，好像这个疫情让我们认为这个末日好像就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求神，我们求上帝，我们向上帝来祷告，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全国的百姓，我们的国人都主动的遵守疫情警戒的限制。我们求神也保守在第一线这些没日没夜的在守护着我们国人生命的医疗人员，求神使他们有更大的信心跟勇气，求神给他们有康健的身体，来继续为着守护国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继续来献上他们的专业。我们也求神给我们的政府团队，特别是疫情指挥中心，有许多人我们看见，要让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要离开这个岗位。是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我们是民主的国家，我们容许许多多元的声音。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要让这群已经过去有1年的时间，他们汲汲营营的来帮助、来守护我们国家的疫情指挥中心的，求你给他们更多的智慧、更大的信心、更大的勇气，去排除这些万难，好让这些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政府所努力的，可以来订购国外的这个疫苗，很快的进到我们的台湾。帮助我们的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也帮助我们的更需要在此时需要疫苗的我们的国人，甚至我们自己在未来的1个月、2个月的期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接种这个疫苗。我们求神为我们来开路，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国家政府。这时候我们邀请线上的几位弟兄，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来开声祷告起来。现在天父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就知道。在疫情持续升温的状况之下，就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被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性作为被改变，乃至于我们全国的好像经济上面也带来很大的冲击。可是我们向你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天父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上帝，天父上帝，你是赐给我们恩典跟带来医治的上帝。所以我们向你来祷告，愿你再次裂天而降，愿你再次将你的恩典去赏赐在台湾，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之间，让这和平就满了到我们的这块地图上面，帮助我们的国人，我们是给予肯定的这些的团队，给予肯定这些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给予肯定我们国人在这段期间非常的努力的配合政府来有非常好的一个自律性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使我们可以将那个损害降到最低。我们为此向你感恩，同时我们也向你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好像你做的并不是
并不足够，可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给我们的疫情所有的力量，给我们政府有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事实主要我们的政府团队们是要怎么样在最艰困的状况之下，情势之下，可以很快的跟许多的国家，或是目前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可以向他们来订购这些的疫苗，以及很快速的进到我们台湾来。所以我们也相信，我们一起看见我们政府的努力。可是主，求你帮助我，不在口水上面做征战，我们不是在指责人的时刻，而是主我们带着祝福的心，主我们全岛一命，像我们这是可以在这个时刻一起有一个同心，一起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好让国人帮助国人可以面对这个疫情之外，我们也得到你很大的安稳。天父上帝赐给我们平安吧，天父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候，主，我不是感到非常的无奈、无助，甚至非常的情绪性的夸张的对待我们的家人，而是主，我们重新去检视我们自己，在阶段之间，我们理当怎么样说造就人造就家人的话，我们理当怎么样透过好的抓口舌，抓这个好的言语来祝福我们的家人，更多的亲近家人，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情之间，可以很好的享受天主之乐。所以在今天上午，我们要将这段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主的恩待我们，不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面前，主，这是我们的呼求，因为这是我们的祷告，听祷告的主是奉耶稣的名。这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的呼求，继续呼求上帝他的平安临到我们的中间，去呼求上帝来垂听我们方面的祷告，我们去寻求上帝的面，一生一世就住在他的殿中。
台湾除了疫情的情形之外，我们也知道，说最近这2个月以来，我们台湾在各个地方，我们非常缺乏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甚至感受到，今年梅雨季节似乎迟到了。我们发现我们台湾各地的水库正在急速的缺水当中。没想到，不只是我们的工业的用电用水，甚至我们民生的用水也缺乏。我们同时在新闻媒体上面得知，在中南部的县市的里头，有许多的家庭，甚至店家，他们是公5停2的这种状况。甚至我们还听到，也许会继续的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家人在中部念书，非常的辛苦。特别在饮用水上面，特别在卫生习惯方面的用水，非常的艰难。就求神怜悯，也求神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的国家，求神赐下平安的雨水在台湾各地，让百姓真的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从天父而来。我们继续为着我们台湾在接下来的这1个月是2个月当中，有非常充足的这个恩雨能够从天降。就诚如以利亚在圣经当中为我们所知道的，他向上帝来祈求之后，上帝果然听以利亚的祷告，有赐下恩雨，降下甘霖，给那个时候的国家。愿求神在这个时候觉得来帮助我们一起用谦卑跟敬畏的心，跟前进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用祷告向神来呼求，寻求神的面，求神赐下恩雨，降下甘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一起来请线上的姐妹弟兄们一起来呼求来祷告，一起来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来祈求，我求你将要足够的雨水在台湾这个地图上面，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除了向你来祈求降下恩雨之外，主求你帮助我们的政府要有智慧的来提醒国人们，怎么样在除了疫情的非常严峻的状况之下，主我们也在这个非常辛苦的饮用水的方面的艰难，甚至我们听到主我们这块地图上的其他县市政府已经发布了停公2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导致许多家庭非常的艰难，没有水的状况下，他们甚至有许多的民怨抱怨说不出来。我们现在也祷告，因为上帝就在这里怜悯台湾，是吧？也许是我们过去真的我们太疏忽了，太轻视了，以为我们台湾的水是永远足够的，我们以为我们台湾的水是不会匮乏的，主啊。我们随意的浪费这些的这些的民生用水，我们随意的浪费这些的资源，致使主，我们现在正在遭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反扑。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样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也开始去认真的去主啊，把它执行出来，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使用水的习惯慢慢的把它调整过来，就是我们可以在许多我们过去有浪费的水资源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慢慢把它找回来。甚至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水资源，甚至政府我们也看到政府正在积极的想要去找寻更多的水的资源，有一些所谓的浮流水的这样的一个发现，说帮助我们的政府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来挖掘提供台湾各地的百姓更好的这样的水资源的供应。耶稣，谢谢你，就继续给我们恩典，也帮助我们。谢谢神，听着你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谢谢这位弟兄们，在线上的请弟兄们，谢谢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仍然用一颗谦卑的心。无人愿意在我们生活事情上面的大小事，用敬畏的心将我们的需求交托在你手。
恩主的恩手当中。谢谢主，我们向神来感恩，谢谢上帝，愿一切荣耀、颂赞、爱戴归给我们天父神。同时，我们也用这首诗歌继续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就常住在我们心，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美好的见证，开始来吸引很多相信耶稣的生命，一起跟我们一样来敬拜这位上帝。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是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他们甚至非常的惶恐，因此这个疫情，我求你赏赐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使
神的刚强壮的灵，保守的姐弟兄，使姐弟兄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身处在各地，可是主啊，我们同感应灵，我们同再次主啊与上帝同在一起，在这个时间里的敬拜，也赐福我们在教会的同工们，非常的辛苦，主就去恩待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里头，能感受到神极大的祝福。谢谢神，也帮助主啊你自己的仆人，主特别在分享话语这件事上面，帮助我们就是按着你的心意，按着正道正义来主啊来讲解主的正道，使用你的话语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谢谢神，祝福我们以下这些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接下来，我们请姐妹兄一起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们，如果您手边上有有周报，或是我们3C 的手机上面有周报，一起来翻开我们的周报。来分享下一周的侍奉。下一周仍然是我们教会的网络直播的礼拜我们是从上午的9点半来进行一直到结束。讲道者仍然是刘阿春，牧师刘阿春。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的教会误以为是可以有5个人可以在室内一起来服侍殊不知政府所谓的5人，室内5人聚会是包含5人，所以在第4次的网络直播的服侍里头我们就是安排讲道者、摄音者、司琴的同工跟拿音控的同工，总共4名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当中就是去来恩待。这一周的直播的监控是由卡巴执事来担任，司琴要请我们的苏秀丽执事来担任，音控要请苏伟义弟兄。因为疫情的缘故，主州长老是黄一田长老。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周期的聚会除了礼拜3要暂停之外，在礼拜5的晚上的小会以及一绝礼拜5晚上仍然要把其他会把它恢复过来。所以这个礼拜五6月4号我们有线上直播的祈祷会。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姐弟兄不知道我们的脸书的线上直播的网址，可以参考我们周报的首页的这一栏里头有我们网络的脸书的网址，可以来参考。点去之后，礼拜5的晚上8点钟仍然进行我们的祈祷会的线上直播的祈祷会。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分享教会的消息。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开始发布第3级警戒的延期的行政命令。这个第3级的警戒延期日将延到6月14号。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网络直播的礼拜要延续到6月13号。因为配合政府的缘故，我
我们把网络直播的这个礼拜延长到6月13号。那6月13号之后是疫情指挥中心他们进一步的报告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6月13号以后我们再一起来继续来关心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对下一步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有姐妹弟兄建议说既然我们实体聚会的礼拜暂停了，姐妹弟兄想要奉献教会有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是，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教会有配套措施。那教会的配套措施已经让我们在跟财务组的同工在讨论的时候有提供这样教会的银行的代号。那周报上面有，如果您不知道，可以打电话来给牧师或是说您在教会的群组上面帮助教会的这个大家的群组当中来告知您的需求。那我们会请同工把教会的银行的代号跟账号以及账户的名称都同时可以上传到彰处教会的这个大家庭的群组当中，来提供给姐妹弟兄来使用。那接下来当然跟疫情的消息有关系，就是特别在防疫的期间，请姐妹弟兄们除了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之外，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做好一个自我管理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配合政府各项的防疫的政策。同时，我们也求神去保守台湾可以很快的来脱离这个疫情的这个袭击，让我们的疫情可以慢慢的减缓下去，这是我们可以再次恢复过去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也求去来帮助我们就是患有疾病的姐妹弟兄，特别是陪伴病患的家人们，非常的辛苦牧师在这边同时也跟各位来宣布一件事情，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尽量的不去医院来探望我们生命的姐妹弟兄，因为医院其实事实上已经有发布暂时不能够去医院来探访姐妹弟兄的这样的政策，所以为了疫情不要让其他不好的病菌传给我们的生命的姐妹弟兄们，就请姐妹弟兄们在这段期间，我们就好好待在家里面，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生命的姐妹弟兄。有许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灵修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为这些生命的姐妹弟兄一起来摆上祷告，求这些恩待帮助患病的姐妹弟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如果手边上你有圣经，无论是现代中译本或是新标点和本，一起来读这一周教会所提供的金句，它是在雅各书第3章17到18节。我们可以起来同声来诵读，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雅各书3章17到18节，这是本周的周报，这是本周的周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翻开我们的圣经。今天早上我们仍然停留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到雅各书的第3章13到18节。所以，姐妹弟兄们，如
如果您手边上有圣经，不是资本的，不是3C 产品的，那么请把它翻到新约的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首先，我们要用中文来读这段经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请线上的弟兄一起跟我们来开始来诵读，可以吗？3节，请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神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18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接下来我们要用阿美语、阿美族语来读这段经文。Ira e tawanan ko tanangai aku mapanaay at ang tao. Ano ira e o i tiria ningra kunini i naayay at ma. Pagkaini inika dan say no pawachok ningra ato ika jitanang ningra ko naan. Ano si anak Ingkar bisa tekat kamu ini akaka kataang kamu tonika citaneng namu ano haknan namu ini o bisa mamahal umi patsuri ay kamu tu sokling saay kunai kekarayan ko hatiray at nang uno akan uno tamlawan, uno palapuan, ulira. No, aling ina ko inapay, ato bisa kakasay, apalo siya ina ko raw-raw, ato masama-ama tayo at ihay ama. Ikaw lira, ikaw ay sekay kasama anay anay karayanay tanang umakuracay tutuin o parehatayan urang kamsayay o hari paayawan o matumasay o sinaka chachi to maka lufahay atuma Utsaay bisa ka kinih, utsaay bisa manah. Unano berdasarkan tu para rihatayay ko saka cek tu mutsaway atau mak do cek no pari hartai atayay kantau. Syak. 求神帮助我们，并且赐福的愿意听到话语，又遵行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来思想今天上午雅各书的系列第15讲，真智慧带来和平。我说，那当中的嘛考虑，我把这爱都这哈达呀啊。把人们三奈嘎嘎，真智慧带来和平。亲爱的几位弟兄们，谢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期间一起去思考，上帝通过雅各的笔触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听到又行道的基督徒。所以这位弟兄，我们发现，我们也知道当雅各讨论完口实的问题之后呢，立刻
就来讨论智慧这件事情。雅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智慧跟话语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智慧跟话语其实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智慧这件事情一直是历世历代，不是一直以来都是人们重要的一个议题。智慧的重要性是跟话一样，跟说话一样，跟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智慧。现在姐妹弟兄们，当我们在读雅各书进到第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当雅各在第3章的一开头，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最难驯服的，就是我们的舌头。人最难驯服的是我们的舌头。雅各又提醒我们说，既然人最难驯服的是舌头这件事情，那么到底谁可以控制这个舌头呢？谁可以控制人的舌头呢？今天早上就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了雅各谈到从神来的智慧这件事情。雅各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有这个智慧之后，人的舌头就会受到很大的控制。换句话说，当我们领受到上帝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教导，这个很大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控制我们的说话，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说话的方式，控制我们说话的任何的内容。当有这个智慧之后，就可以控制舌头。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让我们再次来去思考。既然限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舌头，就会得到智慧。那请问，智慧是什么呢？我们按照答案还来想一看看。按照我们的理解，智慧它是一个洞察事物真相的能力。智慧也是一种观察某一些事物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对事物的想法、看法、观点，来去重新解释，并依照这个解释的内容，来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的能力。不需要重新来讲，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一种洞察人所面对的事物的真相的能力，而智慧更是一种帮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心思去观察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解释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去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姐妹弟兄，换句话说，智慧不仅仅只是知识而已，智慧也不仅仅只是技巧而已，智慧也不仅仅只是我们的智商和高度。按照圣经来看，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一种属灵跟道德性的概念，它不太像是智力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在过去20世纪的时候，人有许多非常聪明的人，智商非常高的人，好比一个发明家叫做爱迪生或是爱因斯坦，他们的智商高得惊人，超过一般的人。可是智慧就是智力的概念吗？并不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来说，智慧是属灵跟道德性的观念。一个人很可能非常有知识，一个人很可能有很高的智商，一个人他可以非常聪明，可是同时就有高智商的人，他很可能也是非常无知。那前面的时候，有人会分享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女儿，牧师的女儿主喜，她在中部读书的彰化。有一次，我女儿主喜回到家，分享她在学校的一些的趣事。她说她有一个室友，是个女性的室友。你说她分享说，哎呀，会煮饭菜这件事情。那这个室友就很兴奋，说：“哎，这样今天讨论到饭食这件事食物这件事情，那我今天晚上我愿意来主动的来为室友们煮米饭，他就很兴奋的就拿他们就是寝室里面的一包米生米，倒在锅子上面，电磁锅上面把它稍微冲洗一下，然后就放回那个电磁锅。接下来这件事情让我的女儿非常的惊讶。她的室友很可爱，为什么可爱？这位室友居然把洗好的米的电磁锅直接拿到瓦斯炉上面，要把它点燃，这样子他吓一跳，吓一跳，我们的室友吓一跳，说：“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用非常高分的能力成绩来进入到这间学校的室友，居然把整个电磁锅洗好剩余的电磁锅，整组电磁锅拿到瓦斯炉上面来把它煮，要煮饭。”现在姐妹弟兄们，我们可以拥有很高的智慧，我们可以极其聪明，可是我们同时也是愚拙的，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技能。所以，智慧不是智力的概念，智慧是属灵跟道德性的观念。特别在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当中，我们看到有2种不同的智慧，是吗？第一个是从下面来的智慧，第二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现在，弟兄们，这2种智慧，从下面来的跟上头来的，这种智慧看待跟解释现实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是一个两端，下面来的跟上头下来的，他们的看待跟诠释现实的这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雅各提醒我们口舌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样改善，他帮助我们通过这个智慧，使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先去思考，这个从下面来的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就是所谓的属地的智慧。15节告诉我们说，雅各书第3章15节告诉我们说，从下面来的智慧。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线上的姐妹弟兄拿着我们的圣经或是我们的3C 的产品手机一起翻到雅各书第3章15节，我们一起来开声读，请来。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属鬼的。就弟兄们，这是从下面来的智慧，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的。雅各特别在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指出，这些属地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些属地的智慧是我们心中怀着苦毒，我们心中怀着嫉妒，我们心中想要跟人有一些的增进，会产生出这些纷争冲突，以至于在有一些的事情上面造成了伤害跟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如果没有适时的得到解决跟疏导，这个时候人的心自然的就会生出苦毒、嫉妒，甚至会挑起争端出来。
弟兄们，当这个属地的从下面来的智慧在我们心中播放了嫉妒，播放了生出了野心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自夸跟说出不诚实的话出来。因为当想要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就会想要表现出比别人更加来的强势。那么心中有了嫉妒心的时候，我们就越想要去贬义他人。那么心中有了苦毒之后，我们恨不得我们所面对这个人，他就怎么样，自然就带来各样的纷争跟混乱及邪恶。所以现在，前面的弟兄们，当我们以属世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得失价值的时候，雅各提醒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像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评价，好像也是如此，不是吗？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对有钱、对有地位，不是对有学历的专业人士特别会尊重。好像我们的教会好像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对穿西装的，我们这些非常有体面的，我们对这些有地位的人来进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比较害怕这些人的这种作为表现出来。可是对一些普通的人是比较弱势的这些的朋友，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利益上直接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就并不加以理会这些人。姐妹弟兄们，这是雅各从第1章直到第3章，又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雅各说，圣经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是属地的价值，这是属地来的这些的智慧。我们不应该如此做。除此之外，接着姐妹弟兄，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吗？那教会界也是如此的。教会界有些时候也会有从下面来的智慧，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我发现有一些现象在教会界，当教会不断的成长扩大，有些教会很可能建立各种比较虚伪的属灵表象的这些的事情，或是聚会之类的。教会为了要扩增人数，教会为了要让教士发展，教会为了要吸引更多人进到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就用比较世俗上的成功的标准来衡量上帝的基督的教会。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到是一个过度的强调这种所谓的兴奋的情绪，好比这些大型活动。所以这位弟兄，我们以为是荣耀上帝，就是世界上用世界上那一套理解的这种能力，那种妖冶的眼光，万众瞩目的这种事情，来吸引百姓，吸引人进到教会，来让教会扩张。可惜，弟兄，我们却忘记这件事情。其实，上帝的荣耀是彰显在十字架上的卑微。真心为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卑微。
当我们用非常亮丽的活动、大型的活动，甚至去煽动群众的这个情绪、兴奋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上帝的荣耀其实是在实在卑微。甚至我们也忘记了，当从这样的一个情境场当中离开之后，我们曾经跟上帝所承诺的祷告，我们甚至没有把它延续下来。我们甚至忘记了这些曾经为上帝所做过的承诺。致使我们发现，当教会越来越扩张，当教会越来越忘记了上帝的荣耀，其实在上帝的十字架的卑微里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给魔鬼有机可乘起。各位知道吗？在前几年，美国南加州的一间非常大的教会，这间教会叫水晶教会，他们一次聚会可以从2800位起跳，一度达到他们教会的容量可以容纳到4500，同时在这个地方去。可是我们知道吗？最后，美国加州的水晶大教堂，最后它却变卖成他们的下场。我很无法去理解，曾经那么受欢迎的教会，曾经那么受人尊崇伟岸的这个肖立国牧师，居然从这么高的位置上面跌落下来。曾经那么多的活动，受全世界人们的朝拜，想要到这间教会来朝圣，想要来到这间教会来吸取经验，就是最后你却发现这些大教会却变卖成为他们最后的下场。弟兄，我们现在思考一件事情：人类自以为摆脱了上帝就可以建造人间天堂的这种想法，不是这种迷失。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脱离上帝的掌管，就可以建造人间天堂这种做法，可是却自挖坟墓，不说自己去建造一个地狱，让魔鬼有机可乘，让我们在言语，让我们在行为上面犯了很大的错误，得罪了上帝。所以，弟兄，雅各在雅各书第3章15节提醒我们：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的。你不得不小心，你不得不慎思。也就是各位姐妹兄，或者牧师，那好的属地来的，从下面来的智慧，我们也明白你说的这些的情形，这些例子。因为一个极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作为呢？姐妹弟兄，圣经告诉我们，来自属天的7个智慧的表现。这个经文非常的宝贵。开始跟各位分享，当雅各在第3章的一开头论述到、讲到人最难以驯服的器官物件叫做舌头的时候，这件事情讲完，在3章12节讲之后，进入到13节，雅各马上就以智慧来进入到主题。换句话说，这属天来的智慧是非常宝贵的，是帮助我们。当我们用上帝的智慧来控制我们舌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来和平，
带来许多上帝有喜悦的这些作为。是哪7个智慧呢？雅各书第3章17节，亲爱的，在线上前面的几位弟兄们，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手机上的圣经，跟我们手上的3C 的产品手机，一起把它翻开到新约的雅各书第3章17节。我们一起来开始读这个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亲爱的弟兄们，雅各列出7个表现，是说明这7件事情是来自于天上的智慧。第一个是清洁，清洁是指内心的纯洁、纯净的意思，并且上帝的面前是无愧的良心，是一个非真诚的、纯洁的这种表现。我呼他再次上一看。第二个就是说和平，是一个哈法伊斯兰奈。弟兄们，我们知道，当误会和冲突发生的时候，懂得以耐心的爱心去化解的，这样的人会为这个群体带来和平。懂得在误会跟冲突发生的时候，以耐心跟爱心来化解这些冲突的，是为这个群体带来和平。第3个，温良柔顺，那么3样。几位弟兄们，温良柔顺并不是指懦弱，温良柔顺并不是只是没有立场，是有立场。因为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中指出耶稣，他很多次指出他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的用，耶稣都是义正辞严的斥责他的门徒的奴钝，斥责法利赛人，并不是真的相信上帝，徒有虚表，只有仪式，却没有连续这件事情。温良柔顺，并不是谩骂，并不是大声的批判，而是用温和的口气来平铺直叙的说话。亲爱的弟兄，温良柔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他们用温良柔顺的这种的方式来坚定的论述一件事的时候，那个力量的影响往往都是很大的。第4个，蛮有怜悯。我多么赛路行阿巴撒奈，怜悯是上帝的属性。我们的神常体恤人的软弱，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有为父的心肠，就是有怜悯的心肠。咱们有怜悯的心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同事，对待我们的朋友，也对待用怜悯对待我们的社群，我们所遇到的。第5个，多结善果，就是爱。往往有丰盛生命的表现的这样的人，常常也愿意把这样的好的生命分享出去。各位基督徒，世上第一条诫命叫做：我们要去，让万民更多人相信耶稣。在传耶稣过程当中，
用好的行为来见证耶稣，用好的行为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有耶稣，是一个信任的生命。第六个，没有偏见。我哎呀，我也是把给你害了，我做神啊，没有偏见。偏见是因为成见、自我成见跟私心，让我们去判断人跟事、种种，往往带来偏见。你想把给你害了，把做阿妈大好的，往往被判断错误的时候。往往我们说我们以先入为主的这种带有永生的眼镜看待很多事情，可是偏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事情的完整面貌。换句话说，往往我们眼睛看出去的并不是真相，全部的真相。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戴着有色的眼镜，带着成见去判断人的事。最后一个，第七个。属天的智慧没有讲到，我爱你什么还要没有讲到。我们刚结束了母亲节5月的第一个礼拜，5月2号跟各位分享的那天到里头，我发现保罗写给他在属灵上的真儿子提摩太，之所以造就当时候的提摩太这么愿意义无反顾的学像他在信仰上的父亲保罗一样去跟随上帝，跟随耶稣，愿意用他一生的生命来服侍姐妹弟兄，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有2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他的母亲有尼基，跟他的外祖母罗以很重要的性格上的影响。什么性格？就是无畏的信，无畏之心。这无畏之心就是真诚的表现。在什么还要你上甘宁爱把这把爱包重，上来看。现在这个弟兄，这属天的7个智慧的表现，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是这样的结果，就在18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来。使人和平的，是由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请问弟兄们，这个义果是通过上帝的智慧，帮助我们的口舌，帮助我们的说话，得到改善之后，可以多结这些义果。换句话说，那么可以通过这个7个智慧的表现，从上来的这些的智慧的时候，也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人跟人的相处上面，我们在说话的事情上面，带来很大的帮助。各位说，牧师怎么做呢？怎么活出这些属天的智慧？其实，在雅各书第1章第5节就已经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第1章第5节已经告诉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请姐妹弟兄可以翻开我手边的圣经，翻到雅各书第1章第5节，或是利用手边上的手机，你来读这段经文。雅各书第1章第5节，请来，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另外一处经文其实也帮助我们。这个经文它在约翰一书3章22节，为什么要打上投影幕上面？约翰一书第3章，新约的约翰一书第3章22节，它在比较后面，在雅各书后面雅各书继续往后翻的时候，会翻到彼得前后书。彼得前后书的下一个书卷叫做约翰1、2、3书，约翰一书的第3章22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他都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做他所喜欢的事。
弟兄弟兄，约翰使徒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3章22节说，我们要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来遵从上帝的命令，做神所喜欢的事情，以至于可以让我们在祷告寻求上帝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他会成就我们所求所想。上帝的命令，上帝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刚才跟各位分享，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弟兄，真智慧其实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真的没有真的智慧不够。真智慧就是全然依靠上帝，谦卑我们自己，在行为上活出上帝的爱，让上帝让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大小事情当中，是我们的主，是我们舌头语言的主。也因为我们谦卑信靠这位上帝，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试探，有智慧忍耐，忍受试探，才能够不以貌待人，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跟行为真实的合一起来，也才能让我们的口不说出咒诅人的话，帮助我们更愿意将荣耀、颂赞、爱戴归给上帝。活出敬畏神的生命跟生活出来。怎么活出属灵的智慧，带出和平呢？一个敬畏神，刚都爱都高拉斯的干，敬畏神。我必须校正我的焦点，不要向神对齐。不是单单让别人看到我们只是好人而已，不是单单让人觉得我们是好人，觉得基督徒容易相处而已，而是因为看见基督徒那个敬畏上帝的心。那不咯，在阿兹在一路把不到，把阿拉不到多，maka bahaya akan kau. Mengapaya akan kau. Asyik saya kakak. Cuma pun ai pakai ni. Kalau kamu tu ni an akawas tak masuk naik. Jadi saya kakak arau tam kita masuk naik untuk naik. 这个由心，基于基位上的心里面，是由内而外表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跟爱的人。这样的人不仅是领受到智慧，也同时可以影响很多人。箴言第9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所以弟兄们，要做到雅各书提醒我们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都没有假冒，是必须基于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再读一遍体现上的简历，希望让我们再读一遍：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子，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因为基于对上帝的敬畏，基于对上帝话语的顺服，是基于透过我们好的生命的呈现，自然而然流露出那种好的行为，因为这是我们真智慧的表现。
现在这个弟兄们，让我们因为敬畏的心，我们也好好审查我们自己。这段经文其实也是一段令我们审查自己，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上一个话，特别是在我们在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常去思考，我们有没有被基督控制？还记得上个主日跟各位分享的吗？那5个英文单词 THIOK， 还记得吗？第一个 T， 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话吗？我们说出来的话是真实的吗 ？H 呢？我们所说出的话，我们所说出的话是带给人有帮助吗？第三个 I， 我们说出的话是鼓舞人的吗？第四个 N， 我说出这些话是有它的必要性吗？第6个是 K， 我说的话是蛮有仁慈、亲切、温柔的吗？求神帮助我们现在这个弟兄们常去省察我们自己，我的行为，我的说话有没有被是不是被嫉妒所控制？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挑起纷争，而不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而已？我们说出的话，我们所做的行为，是不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对神的敬畏跟纯正？当处理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在追求和平，而不只是在处理事情的对跟错？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表现出那个温良的柔顺，而不是在那边无理取闹？现在这个弟兄们，其大其愿，上一个话照亮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需要的进步化成祷告。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那么如此谦卑的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改变我们。上帝不仅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爱的群体，神真的会很放心的将事工、将计划、将团契、将朋友交托给我们，同时让我们在当中成长，也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儿女、跟朋友一起成长。第3个，操练神和平的生命。那来bisa liao daa demakan kulit saya kakak si dihakai boleh meminta 操练神和平的生命。据我们所知道，谁最可以成为我们操练我们和平生命的典范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这样说。所谓那个8福当中的其中1福，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同时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发现，当上帝透过老约翰这位使徒的笔写出了启示录的前3章的那个7间教会，不是吗？很多年以前，牧师曾经要通过启示录的7间教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每一次当神的使者通过约翰的笔触提醒当代的教会，也提醒我们现代的教会的时候，每一回我们读的这个书信启示录，一开始上帝就非常肯定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所做的，上帝往往都是从最好的方面去看待我们。之后，上帝才会带出他的指示跟指正，不是吗？启示录的7间教会，上帝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是如此。甚至有某一间教会，上帝说：“你们的信仰好像什么？
半的不热的温泉是吗？那时候让他口中吐出去。可在之前，我们去读这个经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其实是先肯定他。现在怎么弟兄们？耶稣透过约翰的模式，不是耶稣他自己的模式的教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加以操练。昨天在家里面要完成这篇讲章的时候，到了下午时段，我先喝一口水。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已经完成了 PPT 的制作。之后后来就想到，在礼拜五的晚上，小会员在讨论，我们教会为了要因应疫情第3级警戒延期的这些事情，这个机会，我们讨论出网络直播礼拜的这个方式。有没有什么值得改善？当中讨论到我们又讨论出那个室内5人的聚集的这件事情。可是当天晚上又没有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我一直以为在我自己在牧师自己的心中认定那个室内5人是包含那个5人是可以聚会的。可是后来就看到一项消息，就是在南投的在2个地方2个乡镇，一个是在鹿谷乡鹿谷区，另外鹿谷乡，另外一个是在埔里镇所发生的5位民众聚集打麻将，跟5位民众在那边烤肉，然后享受美食。可是南投县的警方居然把这5个人全部拘捕起来，然后予以重罚。其中那个5位的那个聚集的享受这些美食的那些南投民众被罚了85万，天价！牧师吓一跳，我认真去查，才发现原来室内5人是不包含那个第5个人，就4个人，主人之外加上3名的亲友，叫做室内就是5人以下就4个人。那这件事情这些消息必须要发布出去，否则呢，今天上午当同工们来到教会很热心的、很乐意的、很喜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却触犯了这条行政命令。如果教会周边的周遭的社区有人在看的时候，刚才事实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外头就有民众在看我们教会里面到底有没有多少人。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发布了，通过文字发布到群组当中，请同工也来联系今天的另外的我们同工4位的同工。结束之后，那师母就是我的妻子跟我讲一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没有讲完的话，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心急，就跟他说我已经发布出去，请你不要再事后诸葛，我这样很不舒服。你要讨论就把一次化，把那个结果一次性的告诉讨论出来，这样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错误。其实我的口气分贝其实有点高，以至于师母他就有点吓到。后来我去上了厕所，我就坐在马桶上就思考，我刚才说出这些话是有必要性的，我有没有温良柔顺？有带来帮助吗？我鼓励人的吗？思考一遍之后，我就去和师母道歉，
抱歉，那个分贝真的有点高，让你吓到，真的抱歉。那叶嘉玲女士就很有机就说今天很棒，你就一次生气而已。你这个很棒，今天就一次生气而已，很棒很好。所以我不能，阿古莎莎了你我胜。感谢上帝，不是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要学像耶稣一样，要学会这套三明治的说法，先肯定、鼓励、鼓舞姐妹弟兄同工的努力跟所做出来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可以改进的，我们就可以用换句话说的方式来提醒家人。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做法。现在姐妹弟兄们，什么叫三明治的说话？哎呀，搞不好只是你今天带来的，你今天的服饰，通过这个手机的线上直播的模式，带来姐妹弟兄可以在疫情期间，人可以有很好的聚会，一起可以在现在的众情弟兄的聚会，这带来很大的恩典跟祝福。后面的话要仔细听，如果把声音的清晰度稍微把它调精准一点，把影像可以不是把它摆正回来，假如把它摆正回来，更可以让姐妹弟兄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时候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投入。这样我们就会一起将荣耀归给上帝，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姐妹弟兄知道了吗？耶稣带给我们的三明治的说法，肯定中间有转折，以后就学习的一点点的正面性的建议，就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在职场上面对同事，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朋友。当遇到冲突、一些意见上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你们带来和平。在这样操练之下，我真的相信，现在这个弟兄们，我们可以为他们带来祝福。只要我们根据神给我们的教导去做，我们就会看见不一样的呈现。特别在非常艰难的这个疫情期间，不是真的看见好多的辛苦在姐妹弟兄的身上，有的甚至已经放无薪假，甚至我的家庭因为只有一个是经济的梁柱，顿时失去了那个收入，还要养活家人。其实，在思考这件事情，怎么样在疫情期间做好关怀和牧养的工作，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真的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礼拜五的时候晚上，我们同时也折成了我们的同工，继续在疫情期间，我们真的可以继续做好关怀跟牧养的这个职责。我们折成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分为5个组，5个大组：松年组、妇女组、弟兄组、青年组跟儿童组一起组。我们分别把我们的同工把它拆分出来，原来的这5个团契的顾问加上执事，拆成5大组，进入到松年，进入到妇女，进入到弟兄，进入到耶利米，进入到儿童组群，一起来做好牧养包容的工作。虽然没有实体的聚会，虽然没有实体的周间的聚会，其他的活动，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先做好牧养，带来和平，带来很大的恩典。可以用电话一起来关心。现在请弟兄们，很快的，我们的同工会在群组当中把这份名单上传上去，我们就按照这些名单，我们要来提供教会的姐妹弟兄的可以联系的方法，我们在电话当中一起为姐妹弟兄们做安慰主。
兄不要小看这个电话带来的安慰，很大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顶梁柱因为生病很久了，那这个家庭除了女性，就是母亲长期的陪伴在医院，那孩子也要其实要分开，有疫情的缘故，非常的辛苦。这个家里的孩子有一天就对他的母亲就说出一个令牧师非常感到沉重的事情。他说：“妈，你知道吗？自从父亲生病之后，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原本的生活的作息全部被打乱。不仅要在家庭还要继续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父亲。你自己也生病了，这让我带来很大的辛苦，这个压力很大。弟兄们，各位知道吗？甚至这个弟兄就说出一句令我非常沉重的话，干脆我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算了。弟兄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领受到了雅各带给我们的提醒，那7个智慧，在特别辛苦的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来牧养跟关顾我们的姐妹弟兄的时候，那个力量的安慰是大的。上帝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放心的交通给我们，让姐妹弟兄在这个时刻非常艰难的时刻的当中，继续把它交在我们手中，继续成长，继续被喂养，继续被祝福。最后要跟我一起要分享的是，姐妹弟兄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找到了智慧的特质了吗？或是说，我们灵里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今天早上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事情，现在请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去做，一起在上帝面前，你有很好做神所喜欢做的事情。雅各呼召我们追求属天的智慧，开端是要提醒我们去追求上帝所喜悦的一人的生活。当然，牧师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属天的智慧所涵盖的内容很多很大很广。可是，如果按照刚才牧师跟各位所分享，无论是从耶稣基督本身，他在福音书上面所教导我们，乃至于雅各，他在雅各书第3章17节提醒我们那7个属天的智慧的表现。当我们想按照这些特征去做的时候，这些是可以可行是可以可以完成的，可以达至，可以成就，而且来帮助我们去执行。最后，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要谢谢你，透过雅各，一些我们智慧的真跟假，智慧是基于人的智慧，是属情欲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苦。嫉妒和纷争，就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跟随这个弯曲悖谬时代的潮流，就帮助我们不去追求属鬼魔的智慧，而是可以羡慕从你得着的那个真智慧，且是温柔善心的指出来。天父上帝，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善、绝对的美跟绝对的爱，因为你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性情。所以，亲爱的主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不去看表面的结果跟利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生命里面的本质的美
跟上。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求得主，求你也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可以没有瑕疵，并且不断去追求，继续认识你，使我们在街里面的时候，真的有你的性情，有你的样式，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不仅是让我们得着，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一起得着这个智慧，得着这个生命，来归荣耀给你。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垂听，并求你按你的心意来成就。感谢你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几位弟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奉献。虽然我无法在教会里面奉献那就是跟在前面跟各位分享，教会已经提供了教会的可以帮助我们姐弟兄奉献的方式。那周报上面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消息，在群组当中我们也收到这份的消息。我们有分享我们教会的银行的代号、跟户名、跟账号。特别是姐妹弟兄，当你在汇款的时候，请在那个汇款的那个汇款单里头，或是报告单里头去注明，您是谁，为什么样的奉献事项来奉献，那个项目来奉献，就攒多少金额。当同工们教的财务组同工收到之后，他们按照上面的姓名，按照上面的奉献项目的科目来登录在我们的财务周报上面。谢谢各位的摆上，一起来纪念，无论多或少，神都纪念。那我奉献完毕之后，就请嘎巴执事来带领我们做奉献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阿玛尼亚伊卡卡亚，感谢卡尼，伊波多卡尼米爱同好，马卡拉多巴罗佐卡米亚南，这个太多了，我们一年多了一阵，他们一年多了，他们一起来要多了一个，同好。感谢都是kami anak hari kasih maka pada kami anak tolong karena mana demak kata ini Tuhan saudara Mama 我们要谢谢你透过牧师的鼓励也透过牧师他这样子的安排好让我们在每日当中能够依靠着你主啊我知道我们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软弱，但是阿爸天父也求你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子的
时空的环境许多的不便，能够同心，能够更彼此的心连心。无论是透过现代的科技，也更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来紧密的联系，好让我们在这个主的家庭里面一起来面对此刻的环境。是的，阿爸天父，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智慧，更能够明辨是非，更能够帮助我们不害怕、不惧怕所有的黑暗的势力。阿爸天父，我们更把我们的奉献，无论是透过教会的，透过转账的，求你帮手每个弟兄姐妹在每日的生活饮食上面够用，也更看顾。阿爸天父，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病痛、疾病的弟兄姐妹，更保守他们。或许在医疗上面有许多的不便，也帮助每个家人来彼此的分担，来彼此的来兼顾。阿爸天父，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阿爸你安安你耶稣基督阿弥陀论，阿门。最后约是这首诗歌来最后今早上崇拜的结束。圣诗332首，赞美天上的主宰。愿充满恩惠的耶稣基督，以及满有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以及圣灵的保守、感动跟团契，常与众姐妹同在，特别与线上的姐妹同在，让我们可以领受上帝使天来的7种智慧，使我们可以真实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领受到祝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线上的姐妹弟兄们，今天早上的网络直播礼拜就到此结束。一起跟我们的家人互道平安，愿我们都领受到真智慧，一起来行出上帝的良善出来，使我们的生命被人看见耶稣上帝的荣光。平安。